准备定型。好啊，然后呢，因为咱4年教育班，因为已经办一段时间，已经过了，因为已经招聘了，因为咱第一轮第一班就是咱在这里，就开班了，然后他现在已经带过一轮，一共4年毕业，已经在毕业的4年毕业了，然后呢，再来就马上到第2轮的2年级了，所以有些别咱这班呢，一轮是开开班就这4年教育班这样持续这样子1年级2班啊，1年级2班，然后那个成果呢，其实真的是还不错啦。咱以后选出来，一般来讲，后学习出来，今年是3年级啊，然后在1年级的时候，新民班嘛，然后大家就是会把咱很多地方上的一些道亲，因为有没有亲口的，其实有很多亲口的，已经都是务实的心态去的，因为他要陪那些还没有亲口的圣心道亲，就是陪伴。小安立法组长连续陪了好几年，陪新民班的一挂新道亲，提升感陪，所以有1年级是有很多各班有很多今天都是护持的，然后是亲口在护持，然后他们就是为了要陪伴那些新道亲，所以有后学一班有1半以上其实都亲口的，所以就是在陪那些陪那些就是还没有亲口的新道亲，然后还蛮诚心的，然后各单位推荐过去的，所以他后学刚刚义和圣堂开的这4年教育班是一个很好的平台，因为那4年教育班的课程是真的有经过设计，由浅而出由浅而深慢进入到讲师，包括那样4年上下来真的有去从头上到尾4年上下来，所有的道义全部都会了，义是纪业义，就是讲包括白个啦、文理啦，包括插花、那个烹饪，到最后讲师，其实它是有一个系列的由浅而深的教育，所以对于